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大家好。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everybody. Good morning, sir. Okay. Good morning. Hi. Good morning. 我们现在那个中级英文班的现在线上开始上课了哟。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sir. Good morning. 如果大家有那个什么已经在线上，你们可以把麦克风打开，没关系，跟我稍微 hello 一下。Good morning， 大家好。Good morning, sir. OK，Good morning。好，那我们等一下呢就来上课了哈。我们等个差不多2分钟好了，让大家慢慢进来线上好了哈。OK，Good morning。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昨天大家有觉得有台风吗？好像没有，对不对？桃园感觉没有台风。Good morning。Hello, good morning。这边大家有听到我的声音吗？大家都有听到吗？有都有听到哈。那个什么，我 PDF 档已经打开了，大家有看到吗？有清楚吗？有都有清楚哈。等我一下哦，因为我现在趁大家那个班级里面没有人，我现在再把口罩拿下来好了。OK，Good morning。所以大家讲义的字有没有 OK？ 都看得到吗？会不会太小了？不会 ，OK。所以讲义的字都是 OK 的。是的。OK， 好。那我们在10秒钟，我们就要来上课了哈。OK， 一样，今天是9月13号的 Monday，so we will start the class。OK。OK。那你们等一下呢，麦克风呢也可以打开，因为呢应该是没有什么回音的问题。那我们等一下呢，我会带着你们先把今天影片的单字呢念一遍，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影片。然后看完之后，我们今天的讲义呢，我们会有分3部分哦。我们今天大概有先跟你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会先上影片的单字，然后单字上完之后呢，我们呢会接着看这一部影片。看完之后，我们会回到我们之前原来中级的那个班的观光美语。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的观光美语的讲义？有看到清楚吗？因为这是我去印的，有清楚吗？有哈。然后呢，我们观光美语的讲义，我们今天上完会接着再上阅读的讲义，然后我也有把今天的这些单字也画起来了。那这一页那个什么课文的讲义也有清楚吗？有。好，这样太赞了哈，因为你们那边看得到，都说很清楚，那这样太好了。那等一下呢，我们大概的流程呢就会这样子 ，OK？ 好，那我们来上课喽 ，Everybody, good morning, everyone。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Part 1的 vocabulary， 有看到第一个单字吗？有。OK， 那大家一起来跟我念一下，我们来念一下第一个单字哈 ，OK，Everyone， 我们一起念的是 sibling。OK，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例句哦，因为我们等一下呢影片都会看到这些单字哈。那我们请那个什么，我们第一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跟我一起念好，我们一起念的是 Do you have any siblings? OK， 有没有看到 sibling 这个中文翻成兄弟姐妹？有看到吗？有。好，那你也可以讲 brother and sisters。所以如果你要是觉得3个单字 brothers and sisters 念得太烦了，你就直接换一个单字，就叫做 siblings。OK？ 好，所以 sibling 呢就是兄弟姐妹哈，兄弟姐妹就叫做 siblings。OK？ 我们好像有学生慢慢陆陆续续都一直进来了哈，因为现在才刚10点半而已哈。OK？ 那呢，我们呢这个单字我们再念一次哦 ，sibling。OK，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单字 ，OK，Let's look at number 2。来，第二个单字呢，这个就是酒，那加了 ILIC 就变成酗酒的或酗酒者。来，我们一起念是 alcoholic。好，我们再念一遍哦 ，alcoholic。
好，那 alcoholic 就是酗酒的意思哈，酗酒就是 alcoholic。那我们看看这边有个例句，他说呢，他有一个酗酒的 uncle 哈，就是他很爱喝酒哈。那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例句 ：She has has an alcoholic, an alcoholic OK, uncle. uncle. OK, she has an 来，我们再念一遍哦。She has She has He has an alcoholic an alcoholic holy un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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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very good. 所以这边呢的第二个单字就是 alcoholic。OK, alcoholic。好，来，我们继续呢来看一下 number 3，这边有个相关联的，来，我们一起念一次 relevant to。 Relevant to OK， 我们大家一起念，好，念的还不错。我们再念一次哦 relevant to。 relevant to 好，我们来点名，请一个学生来帮我们念一下好了哈。我这个例句说呢，这个新闻呢，我要讲关于的呢是你的工作哈，跟你呢讲到相关是你的工作的新闻哈。那我们来点名一个学生，这边有一个郑同学吗？郑同学可以麻烦你帮我们念一下这个例句吗？ Okay. 好 This news. Okay. This news I am about to tell you is relevant to your job. OK, very good. OK, good job, 郑同学。那呢，这边的 relevant 就是有相关联的哈。来，那这个例句我再带你们一起念一遍，我们一起念一次。This news This This news news I'm about to tell you I'm about I to tell you am about to tell you is relevant to is relevant to your is job. relevant your to your job. job. OK, very good. 好，所以这边的 relevant to 就是相关联的哈。那有没有看到这个单字？这个字其实还蛮好记的。有没有看到后面有个 ant， 就是蚂蚁？有看到吗？这边有看到这边的3个字母 ant 有看到吗？relevant ant， 有所以还蛮好记的。你就记得有个蚂蚁在后面，这样子这个字就比较好记一点了哈。OK。好，那我们呢回到第4个单字哦，我们来念一下这个字 bitter， 我们念一次 bitter。 bitter Bitter. bitter。 bitter Bitter. 好 ，bitter 可以翻成痛苦的。我们在这边等一下那个影片呢、在这里要翻成痛苦的哦。那 bitter 也可以翻苦的，比如说呢，你吃什么东西，吃药很苦啊，还是吃什么苦瓜很苦，也可以用这个形容词 ，OK？ 所以 bitter 呢就是痛苦的意思。那我们来念一下这个例句哦 ，everybody，when you feel bitter。 when When you you feel feel bitter, Peter, You feel sad and angry. you feel you feel sad. sad you and feel sad and angry. OK， 所以这边的 bitter 呢，它是一个比较负面的单字啦哈。bitter 就是痛苦的意思哈 ，bitter。OK， 这边有人喜欢吃苦瓜吗？有 Everybody？ 有吗？苦瓜不是很苦吗？会不会很苦啊？不会吃不的会吗不用？苦还，是因为烹饪的方式不一样？是的，是的，好，那下次等到正式的时候，你们开班了可以来上课的时候，我们来买一颗苦瓜来吃好了。我们就带一颗苦瓜来吃，看会不会真的很苦。刚刚有人说不会苦哈，我们等下请他先示范给我们看看好了，OK。好，来我们来看一下第5个单字哦。来，这个字稍微长一点，我先带着你们慢慢念哦。第一个那个 A 要念的音，好，我们念是 aggressive。 aggressive aggressive 好，我们再念一次哦 aggressive。 aggressive Aggressive. 好，那呢，我们来找一位同学来帮我们念一下哈。他说呢，他呢开始对我很暴躁，然后开始对我大叫哈。那这边有个 Lilian 同学吗？有吗 ？Lilian 同学在吗？好 ，Lilian 同学，好，那还是我们请另外一个，那有 Jeffrey 吗？有 Jeffrey 同学吗？好，大家有在，可是可能没有听到。来，我们这边有没有哪一位同学想要自告奋勇的一下的？有没有哪一位 ？Everybody？ 我们请李同学好了，李同学 OK 吗？那你来帮我们念一下这一个例句好了哈 ，Thank you。是我吗？对，没有错，因为你刚刚有举手哈，你有那个，我觉得这个好可爱，Google Meet 还可以举手，就知道是谁喜欢念了，太好了。来，那李同学，你帮我我试看念一下。看，我试看看。
好。He started to get aggressive and began to shout. 哦、very good， 哎，念得很好，发音也念得非常的正确哈。He started to get aggressive and began to shout。OK， 好，那我自己觉得啦，我每次跟我妹吵架，如果她很 aggressive 的话，我就是直接去外面走一走，或者我把门关起来，不要理她就好了哈。OK， 这是我自己觉得最好的方式。OK，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单字哦 ，Everybody， 来，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单字，也是开头的单字，我们念的是 abusive。abusive 好，我们再念一遍哦 ，abusive。 abusive 好，我们看例句哦。他说 Lisa 以前呢有一个呢很爱辱骂她的父母哈，那这样蛮糟糕的哈。来，我们一起念一下，一起念一次。Everybody follow me. Lisa used to have an abusive parent. abusive parent. OK， 好，我们再念一遍呢。Everyone, one more time. Lisa used to have Lisa used to have an abusive parent. An abusive abusive parent. OK，very good。所以大家看到那个讲义的单字，什么都很清楚哈，都还 OK 哈。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剩下几个单字，我们等下就要来看影片哦。因为呢，主要是在影片，我觉得比较有趣哈。来，第7个单字哦，来，这个字叫 violent， 我们来念一次 violent。 好，那这一句话我已经把中文已经给你们哈。Jason 因为暴力犯罪被关在监狱哈。OK， 那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例句哈。Jason is in prison. 好，慢慢念好 for violent crimes. 好，那这一句话我们再念一次哦。Jason is in prison Jason is in prison for violent crimes. for violent crimes. OK， 念的还不错哈。OK， 那刚刚前面几个形容词都比较负面的，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些比较正面的形容词、正面的单字哈。来第8句哦，我们来念一下哦。end， 它是一个片语哦。你们看到这边有个 phr， 那就是片语。好，来面是 end up。 End up. 好，我们再念一次哦 ，end up。 End up. 好，我们这边呢已经有看到很多同学已经慢慢上线了哈。来，我们来看例句，我们来找一位同学来念一下哈。如果呢你一直持续的工作很努力的话呢，你就会变成一个有钱人哈。我也大家应该都希望这样子哈。那我们请我们看一下，我们有一个李淑珍同学吗？她在线上吗？有。好，那麻烦你帮我们念一下这个例句 ，OK？ If you can working hard, you will end up a rich person. OK, very good. OK, you do a very good job.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最后的2个句子哦。OK, let's look at number 9 and number 10. Give me 1 minute here. 等我一下哦。来，我们看第8、第9跟第10，还有第11号，我们剩下的3个句子。来，第9句我们念一次 negative。 哎，我们知道 negative 是负面的，大家记得它的反义字吗？就是正面的，大家记得这个字吗？ positive positive， 对，没有错。所以 positive 就是正面的，那负面的就是 negative。那我们来念一下这个例句哈。当你如果呢感到有某些东西是负面的，我呢通常会喜欢听一个音乐，那这样让负面情绪呢消失哈。来，我们一起念的时候 ，When I feel negative about something, I will listen to some music. I will listen to some music. OK， 我们看到有一些同学也慢慢上线了哈。OK，Hi， Good morning, Jane。我有看到 Jane 上线了，是不是？好像有看到她名字。Good morning。Good morning，OK， 我刚刚有看到，因为你们都是很多的小框框，我也不知道说那个小框框有时候呢，我要很仔细往前看才会知道有谁哈。OK， 好，来，我们再把这一句话我们再一起念一遍哦。Everyone follow me， 我们念是 When I feel negative When I feel about something, I will listen to music.
I I will will listen to some music. OK， 我少念了一个单字是 some music 才对哈。好，我们看一下最后的第10跟第11句哦，这是2个今天的在你们的影片里面的句子，我觉得是讲的很好的哈。来，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这个句子，我们可以看到别人的好，还有所有的处境都是好的。因为如果你正面的话呢，你看到所有的事情都是正面的哦。来，念的时候 ，We can see the good We can see the good in others in in others. others and the good and the good in other situations. In all all situations. Yeah, very good. OK， 来，我觉得这句话呢很重要哈，因为如果你都是很正面的去看事情的话，不管人事物，那正面的能量就会越来越多哈。来，我们再念一次哦 ，We can see the good we can see the good in others In others. in others and the good And and the in all good situations. in all situations. OK， 大家念得很不错哈。来，最后一句呢，也是一样，在影片会讲到了哦。他说呢，所以呢，你可以选择呢是当生命的受害者还是胜利者哦。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最后一句 ：We can be the victim we can be the can victim Be the victim be Of the life. victim of life of life or the victor。 or or the the victim. 有没有发现到受害者跟胜利者都是第一个字母都是 V， 对不对？ yes. 都是这样子嘛哈。所以呢，你看你是要当胜利者呢，还是受害者？就是你的心态自己去决定哈。来，我们再念一遍哦。We can be the victim we can be the victim victim of lives of life or the victor。 or or the the victor. victor. 好 ，OK，very good。那最后一个单字呢，我们要来做结尾了。我们等一下会来做复习一下哈。来，最后一个单字叫情况，这个字跟 situation 情况是一样的意思哈。OK， 那我们来念一下这个单字，它比较长，我慢慢带着你们念啊。来，念是 circumstance。 好，那个 CIR 念 sir 哦。来，我们再念一次哦 ，circumstance。 Circumstance.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例句哦，等我一下哦。来，他说呢，因为 COVID-19 的情况呢，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店给关了哈。OK， 来，我们念一次 under the COVID-19 under the COVID-19 circumstance, circumstance. we decided We we decided to close our store. to close our our store. OK， 所以呢，就是因为 COVID-19， 大家这个字应该不陌生了吧？因为已经经了2年了，对不对？对对，已经2年了，天哪，怎么还在还持续当中，好像没完没了哎。OK， 所以呢，很希望他赶快 disappear， 赶快呢离开，这样我们到时候就可以呢回来你们教会，大家都可以大家互相见面，一起上课。OK， 好，所以这边的单字大家这边有没有任何的问题呢 ？Everyone, any questions？ 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呢快速的呢再 review 一次哦，我们只要念单字就好了哈。那我们就要来看影片喽。来，我们再念一次第一个单字兄弟姐妹，我们念一次 sibling。 sibling. 好 ，Number 2 alcoholic。 Alcoholic. Okay, Number 3 relevant to. Relevant to. Okay, Number 4 bitter. Teacher. Number 5 aggressive. Aggressive. Number 6 abusive. Abusive. Number 7 violent. Violent. Number 8 end up. And up. Number 9 negative. Negative. Number 10 跟 Number 11呢是那个里面影片的例句，那我们直接跳过，我们看下第12个单词，我们再念一次哦 ，circumstance。 circumstance. 好，那大家这边有没有已经那个什么准备好要来看影片了呢？So everybody, are you ready?
I'm ready. Ready. 啊，你们 ready 的话，请你帮我挥个手，好不好？你们有那个挥手按键，我可以看一下吗？因为我觉得太可爱了。OK， 哇，好多人在那个挥手了哈。OK，very good。好，那你等我一下，我先开个影片哦。OK，Give me 1 minute, let me check。好，来，我们要开始了。你们有看到影片了吗？ Yes. 还没 Yes. 那现在有看到了吗？ ，yes，有。那影片荧幕会不会很小，还是 OK 的？小的小。小的是不是？ ，yes，那现在这样子呢？比较大比了，较大。现在有放大了吗？有。对，好，等我一下。现在又变小哦，又变小了哈。你看我那个，现在可以那现在有放大了，是不是？ ，OK，好，那我们要来开始哦。So everybody, are you ready? ready， I'm ready. Okay, here goes. I want to share this very important story. It's about two brothers. But it's about much more than two brothers. In fact, it could be about sisters. And it could be about you. Even if you don't have any siblings. It's also about an alcoholic father. But it's about much more than an alcoholic father. You see, this story I'm about to tell you is relevant to everyone. Yes, you as well. So the story tells us there were two brothers, twin brothers. These brothers grew up with an alcoholic father. He wasn't just an alcoholic father. He was an angry drunk. He was angry. He was bitter. He was aggressive. And he was abusive, both verbally and physically. This father was the worst kind of example someone could be for their children. And these two twin brothers watched this unfold from the moment their eyes could see and the moment their ears could hear. They watched their father all through their childhood, their teenage years, and right up until they moved out of the family home. Unfortunately, their dad never changed. The drinking never stopped. The bitterness grew. The anger at the world grew, and the blaming of all his problems on the world never stopped. Fast forward many years later. The boys are now adults, 40-year-old adults. Their father is in prison for violent crimes. And not for the first time, but so is someone else. His son, but only one of the twins. The mother of the twin goes to visit her son in prison, and she asks the son, "How did you end up like this?" Angered at her question, he responds, "My father was an alcoholic. What choice did I have?" He blamed his father for how his life turned out. After all, he was the role model for such behavior. On the way home, the mother went to visit the other twin. This twin's life turned out a bit different. He has never touched a drop of alcohol in his life. He is happily married with two beautiful children and lives a very happy, successful life. The mother asks this son, "How did you end up like this?" He responds, "My father was an angry alcoholic. What choice did I have? I didn't want that life for myself. I remember watching him thinking that will never be me. No matter what, I wanted the opposite for my life and my kids' lives." The moral of the story? It doesn't matter what happens to us. It only matters what meaning we give to what happens to us. That is what shapes our lives. That is what shapes who we will become. We can choose to blame other people and the world for where we are in life, or who we become.
like the brother in prison. Or we can see the negative things in our lives as a blessing, as guidance for what we do not want for our life, as strong reminders that we can and should do better, and that better is not going to be easy. But through work on ourselves, through radical responsibility, we can create a better world for ourselves and our family, for everyone we care about. We can live in anger and bitterness and point out everything that is wrong with the world. We won't have to search long to find it. Or we can see the good in others and the good in all situations. We can trust that even the hardest of challenges are sent for our benefit. And if we search, we won't have to search long to find it. We can be a victim of life or the victor. We can see the mess in everything or the blessing in everything. We can choose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our actions, not the circumstances, not the horrible things other people do, but our actions and reactions. Or we can let circumstances and other people control our quality of life. Question is, what do you choose?好，我们这边先暂停一下，觉得这个影片还 OK 吗？会不会太困难了 OK， ？OK 吗？觉得这影片还 OK 吗？我有特别去找了，就是它单字都不要太困难哈，然后我们又可以看得懂，然后又可以了解里面的情境。觉得这个影片还 OK 吗？ OK，所以大概知道他在讲什么，对不对？大概知道。老师翻译一下。翻译一下呢，就是呢，大概讲一下，大概讲一下内容。内容就是呢，有两个 twin brother 呢，明明呢就是爸爸虽然是呢他已经是酗酒的人，但是呢你可以呢跟他学，但是你也可以改变自己。大致上他的整个的那个影片就在讲这个，然后呢你可以看到是负面的，但是你也可以看成是正面的，因为呢你可以呢不要像他一样这样子。妈妈呢？刚妈妈是做。妈妈呢？妈妈只是一个角色而已，只是觉得说，怎么他两个小孩的呢会有那么不一样的反差这样子？谢谢老师。不会，那这个影片呢，我到时候会再放上去那个你们的那个什么 LINE 的群组，如果你们想要再全部再看一遍 ，again and again 都可以回去再看 ，OK？ OK。好，那我先把影片先下架了，我先换回来我们的 PDF 档，你们等我一下哈 ，OK？Give me 1 minute here。我们回到我们的那个我们的 PDF 档，等我一下。好，为什么会没有呢？等我一下哦，现在是有遇到了一个小小的问题。OK，let me try one。OK， 好了，有了，有吗？有看到你们的那个文章回来了吗？有看到了吗？看到了。好，那我们现在呢回来我们的今天呢看了我们的观光美语的今天的的那个21课用餐情况，你们的那个什么现在线上看到的讲义有没有不清楚？还是 OK 的 ？OK。好，我把字放大一点，这样子 OK 吗？有可以放，这样有比较大了吗？有了哈 ，OK。那我这边字都你们现在字会不会觉得太小？还是我要再放大一点？这样子呢？这样有够大了吗？可以的，是不是？我也是在学 Google Meet 哈，搞到呢那个什么呢？我现在呢就是要重新开始学电脑。OK，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用餐的情境对话，在你们的21课这边哈。那呢，你们来跟我一起念一下啊。
它是一个对话哈。那我们来念，我来当那个 I 好了。那你们大家同学，你们来当 R 好不好？我来当 I， 你们当 R，OK 吗？ OK，好，好，那我来当这个 Isaac， 我当客人，你们来当那个 restaurant waitress， 你们来当那个什么女服务生哈。那我先哦 ，OK， 那我们你们等下到 R 的时候，你们就一起念哈，我们一起念。我先哦 ，Excuse me, Miss， 来该你们咯。Yes. Sir. How may I help you? I help you。好，我刚刚有听完了哈，我听到了差不多有20个学生，声音完全全部都不一样哈，但是没有关系，就是我们现在在线上学习，有时候会这样哈，但是 OK， 来该我了，这一句话我们一起念好了，我们先一起念好了哈，来，我们念一次 We have been waiting for more than 30 minutes. More than 30 minutes. But our order has not come out yet. Has not come out yet. Why is it taking so long? Why is it taking so long? OK， 所以我问大家一下，你们等30分钟 OK 吗？会觉得太久吗？太久了。所以如果太久，那你们会怎么做？跟餐厅反映，还是说要叫他给你一个折价券，还是什么的？反应吹一下就好了。先反应吧。或者是说本来点的是改成牛排？看情况这，depends。样有点太 OK 了一点哈。好，来，我们一起接着跟我念啊，我们一起念着 Sorry about that. Sorry about I saw another server I saw another server had already brought you had your meal. your meal. I will check on that I will check on that for you right away. for you right away. 你们有没有看到我这边用黄色的字，我把它画起来？这边有个单字叫做服务生，有看到这个字吗？有。好，我们每次都常常讲服务叫做 service 就是 service， 那个 service 那个单字，你如果改成 er 就变成了服务生。来，这个字我们念一遍哦 ，server。好，后面那个 er 呢，要把卷舌，你要把你的舌头稍微弹起来，这样念起来才是正确的哈。我们再念一次哦，跟我的嘴巴看一下 server。好，那 server 就是服务生，好，服务生就是 server，OK。那呢，在国外他们也常讲这个单字哈 ，server， 或者你可以念 waiter 也可以啦，好，这2个字都是共通的哈。好，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句哦。他说呢，有一位服务生是来过，但他上错菜，也真的太夸张了哈。那我们来请另外一个学生来帮我们念一下好了。我们Jane 同学，你来帮我们念一下这一句好不好 ？I'm really a waiter did come by 这一句。A waiter did come by, but he had the wrong order. Okay, but he had the wrong order. 好，念得不错。来，下一句我们一起念一次哈 ，Everybody. I'm really sorry. I'm really sorry. Let me go. Let me go. And as now. And now. 哎，问大家一下，有人如果送错菜，你们会不会不高兴？如果送的菜是比你原先点的菜是还要来的高级呢？你会跟他讲啊。然后你们会吃掉吗？就想说当做不知道就吃，就是你本来点的是猪排，就变龙虾。太多了。会退。而且会告诉他啦。还是会告诉他是不是？对啊。OK， 你们我要是我的话，我也是会告诉一下。然后他如果说他送错，那我就把它吃掉好了。好了，我们看一下最后的2句哦，在你们的下面，来，我带你们一起念着 Thank you. But before you do. 好，我们一起慢慢念哦。Could you do me a favor?Could you do me a favor? 好，来，最后他说呢，当然，那面是 certainly. What is it?
好，那个 certainly 就是 of course 的意思哈，就是当然哈。来，那个单字前面 ce 啊，那个 c 要念 s 的音哦。来，我们一起念一次，再跟我念一遍哦。certainly。好 ，very good， 大家念的不错哈。那我们继续往下面看哦。等我一下，我往下滑哈 ，OK。好，来我们看一下下面这边，他说呢，我们很饿，所以可以先送一些面包来嘛，真的很饿。好，来面是 We are pretty hungry. We are pretty hungry. So could you please Could you please bring us bring us some more bread Some some more bread and some more butter and some more butter and jam too? and jam too. 好，念的大家念的非常的好哈。来，有没有看到我这边用黄色的线画起来有个 pretty， 对不对？对。来这边的 pretty，hello， 记得了，你们看到这个 pretty 不是漂亮的意思哦，这边的 pretty 中文要另外一个意思，可以翻成很怎么样，它就是 very 的意思哦。好，这边的 pretty 跟 very 是一样的意思哦 ，OK。好，来，我们很饿了，念是 pretty hungry。 pretty hungry. 好，来，那我们举一反三来，很渴怎么念？我们用 pretty 这个字来，很渴。Pretty thirsty. 好 ，pretty thirsty 来，很热呢，很热。Pretty hot. pretty hot 好，来，还很帅，很帅。 So handsome. So handsome. 不能用 so handsome， 用 so handsome 我们不要，我们今天用 pretty， 我们要怎么讲？ Pretty handsome. 对，所以 pretty handsome 是很帅哦，不是又漂亮又帅哦，好，他不是那个中性哈，他是 pretty handsome 是他很帅的意思。来，很冷呢 Pretty cold. 呀 pretty cold 这边这样大家会的哈，用 pretty 这个单字哈 ，pretty 这边是等于 very 的意思哈 ，very 的意思哈 ，OK。好，来我们接着来看下一句哦，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哦 ，everyone，That's no problem. That's no problem. What kind of bread What kind of bread do you prefer? do you prefer? prefer? 好，来全麦或者是白面包啦，我们一起念是 whole wheat Whole wheat or white. Or white?好，我们再念一次哦 whole wheat Whole wheat or white. White. OK， 来，所以 whole wheat 呢就是全麦的意思。那个麦片的那个麦，全麦的面包的话，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个吃饭的吃？这个字还蛮好记的，有看到它有个 eat 吗？ Yeah. 有，所以这样记会比较好记哦。来，我们再念一次哦 whole wheat Whole wheat. or white. Or white. 哎，我先问大家一下，你们早餐都吃什么啊？ Depends on. 都有。都有是不是？哎，我是习惯吃 whole wheat 你们等我一下，我现在开个新功能哈，它下面可以有字幕哎，你们等我一下，看看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用哈？哎，等我一下哦。有看到字幕了吗？有看到字幕吗？ Yeah. Chinese and 你们 yes. 下面有看到一个字幕吗？没有。没有字幕，在你们的下面。好，所以呢，这边有个字幕，你们有看到字幕吗？还是没有？没有哎，没有。哦，好吧，那我先暂时关掉，我下次再来使用这个功能好了哈 ，OK？ 因为呢，我之前呢有用过，还蛮有趣的。好，来，我们再念一次哦，那个什么全麦面包，我们再念一次 whole wheat Whole wheat. or white。 Or white. 好，那我们看下一句，他说我喜欢白面包。我们请另外一个同学来帮我们念一下。李同学你在吗？你帮我们挥手一下，李玉珍同学。如果他在的话，帮我们挥个手。好，如果不在的话，那我们请问那个苏一路同学在吗？你帮我们挥个手一下。我不会挥手，可是我会讲话。好，来，你帮我们念一下这句好不好 ？I like white 这一句。I like white, but my friend likes the whole wheat. So could you bring us both?
哇，我觉得我们这边的同学大家都那个发音都念得很不错哈。来，我们继续呢，我们来念一下下一句哦。我们念是 Of course. Of course. Anything else? Anything else? 好，来这个 anything else 你们要往上扬哦，因为你是要在问别人哈，所以你的问句要稍微往上扬。来，我们再念一次哦。Of course. Of course. Anything else? Anything else? OK。好，所以我这边呢，我也不能离你们太近哈。你们现在有看到我的脸有很近吗？有有看到老师脸。然后呢，我不能离你们太近的原因是呢，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要来去矫正牙齿了哈，因为呢，我的大门牙这里中间那个缝好像越来越大了耶。所以呢，应该来去矫正牙齿一下哈，这蛮麻烦的事情。好，来我们看到最后一句哦 ，Everybody follow me, let's say together. Oh, I think. Oh, I think. We need more water We need more water as well. as well. 好，所以这边大家看完还 OK 吗？在这边的讲义这边。 Yes. 好，等我一下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讲义没有办法往下滑哈，等我一下，我想说，好，有吗？现在有看到我的讲义有往下滑了吗？有。好，来，我们继续看下面哈，最后3句来，我们一起念是 OK. Okay. I will check on your order I would I will check on your On your order order immedi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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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be right back and be right be right with your bread with your Yes, bread Great. and water. and water. Great, thank you. Great. Thank you. Thank you. 好，来，我们同学我们互动一下哈。这边呢，你们喜欢早餐呢，喜欢吃 bread 就是面包的，请你们挥手一下吧。下面有个挥手键，你们来挥手一下。我来看看大家这边有多少人喜欢吃面包，喜欢吃 bread。OK， 我也喜欢吃。好，你们可以用那个旁边的挥手了。哦，大家都还蛮喜欢的啊。那这样好了，下次如果可以上实体课程，我们就带苦瓜跟面包来，然后把它夹到中间。这样等于我们请一个同学呢 bring bitter melon， 然后另外一个同学 bring bread， 然后把它夹在中间。大家觉得这样子吃会不会很好吃？这个不能吃了。觉得不会是不是？我不好吃。吃过。 OK， 对，会觉得很恶心，对不对？对。好，来，我们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哦。那我们来一起来练习，好不好？我来当那个 I， 你们来当那个 R， 好。那我先哈，那我们来练习这一段绘画。那我们呢练完，我们再看下篇的文章。那我当 I， 我来当客人哦。OK，so everybody, are you ready? Ready?好，那我先 Excuse me, Miss， 来该你们哦。你们是 R， 你们是 R 先生。Yes, sir. Yes, sir. How How many? may How I many I have you? 好，该我喽。We have been waiting for more than 30 minutes, but our order has not come out yet. Why is it taking so long? 来，该你们喽。Sorry about that. About For another Another service has already rolled here. your minutes. me? I I will check on will check on that you you right right away. 好，该我喽。A waiter did come by, but he had the wrong order. I'm really I sorry. am very sorry. Let me go and Take the round. OK, very good. 一样哦，我们呢慢慢把每个单字都念出来哈，然后把它念正确哈，因为我觉得大家的发音都念得不错。来，该我了。Thank you. But before you do, could you do me a favor? Certainly. Certainly. OK， 我们一样哦，我们上课我们求质不重量啦哈，我们就是希望我让大家今天上完课可以把今天所有的单字呢都有一点记忆哈。来，该我喽。We are pretty hungry, so could you please bring us some more bread and some more butter and jam too? 来，该你们喽。That's no no problem. problem. The bread do not be Kind of we prefer Whole wheat. or what? OK， 念得很好，来该我喽。
I like white, but my friend likes whole wheat. So could you bring us both? 来给你们咯。Of course. Anything else? Yes. Oh, I think we need more water as well. Okay. Okay. I will Check on on the order immediately And right and back be right back Water. with your bread and the water. right back with your bread and water. OK， 好，最后该我会说 Great, thank you。好，所以这边大家有没有任何问题呢？这边的 conversation 应该还好，不会到很困难，对不对？因为旁边都有中文嘛，哈。那这边下面大家有看到这个面包吗？我看了好像都饿了哈。OK， 来第一个白面包，我们念是 white bread， White white bread。 white bread. 好，来全麦面包，我们念是 wheat bread， Wheat bread. wheat bread。 Wheat bread. 好，来，我们接着看一下下面另外两个面包哦。这个叫做黑麦面包哈，你看它是黑色的哈。那个 rye 直接念 rye，rye 念 rye，r念 rye， 它念是 rye bread，rye bread。 Bread. 好，来下一个是甜的哈，就是呢 oatmeal 就是麦片嘛，然后它又加了蜂蜜的面包啊，看起来还蛮好吃哈。那边是 oatmeal honey bread。Oatmeal honey bread。 Honey bread. 好，那我们先来看这4个图片哦，我们来点名一下，我来看看大家喜欢吃什么面包。我们来找3个同学好了哈，因为呢我这边图片好，那呢我们来点名，来我们先找一个像我们看看有谁哈 ，OK，give me 1 minute here。你们图片有变小了吗？还是还好？还好。还好哈。来，我们来找几位同学，来，我们找一个 ，give me 1 minute here。我们有那个什么，有谢同学吗？谢怡婷同学吗？好，来，谢怡婷，你来跟我们讲，我来问你呢 ，What kind of bread do you like？ 那你喜欢什么面包呢 ？I like dry bread. 哦，你喜欢黑麦面包是不是 Yes. OK，very good。我觉得我们现在大家有在互动的感觉哈，透过科技真的还蛮有趣的。来，我们再找另外同学，有郭美华同学吗？郭同学有吗？他在线上吗？好，那没有，那我们有吗？有吗？郭美华同学 ？OK， 那郭同学来 ，What kind of bread do you like？ I like oatmeal honey bread. 哦 ，oatmeal honey bread，OK，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同学，有个修居券吗？有个修居券，他有开那个什么，我有看到他哈。来，同学，那what kind of bread do you like？ I like oatmeal honey bread. 哦 ，oatmeal honey bread，OK， 那最后我们再找一位同学，有个叫做苏丽花同学吗 ？OK，Hello， 来 ，What kind of bread do you like？ 你要开那个麦克风，把它打开。OK。I like white bread. 哦 ，white bread。好，那呢，同学，我们这边这个文章我们要做一个总结了哈。OK， 那我现在来问你们大家一起来念哦。来，我喜欢呢白色的面包跟那个什么麦片的 honey 面包，来要怎么讲呢 ？Everybody, I like white bread and oatmeal honey bread. OK， 好，这样听完，这样大家我觉得大家都会了哈。一样，我们重质不重要，我要希望你们把单字今天慢慢记进去。那呢，我们呢今天这边的观光美语我们就结束了。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21课的讲义的那个文章，这边有看到单字吗？有看到这个文章有没有清楚？有吗？有看到。有。好，来这边我们先看中文，来，我先给你们把中文的部分先看完，因为总共有4句话。那等一下我们一句一句来看 ，OK？ 你们先把这4个句子中文先看一遍，都 OK 吗？
没有看到。 OK，中文有看到吗？看得到。好，如果你们有买这一本书的人呢，你会发现到你们的书上面有没有发现单字是没有划线的？我是特别的在那个网络上，我把它用划线画起来，然后因为科技的发达都可以划线 ，OK？ 好，所以这边4句你们都 OK 了哈。那我现在是另外一本生活日语生活那一本吗？对，就是那一本那个什么另外那一本就是阅读大全的那一本，阅读大全的那一本。那我们今天在21课，那你没有课本的没有关系，我就直接用用 PDF 档放在上面给大家看 ，OK？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例句哦。我们看下第一句哦 ，Mr. Cooper 是 Terry 的那个什么上司，然后呢，他是他的那个下属。好，来，我们一起念一次 ，Mr. Cooper is Terry's superior。好，来这个字呢要念来慢慢念哦，不能念 super 哦。我知道前面有个 Superman 的 super， 可是它加了 ior， 念法会不一样。来念成 superior。好，我们再念一次哦 ，Mr. Cooper is Terry's superior, and she is his 来下属，我们念是 subordinate。好，我们再念一遍哦 ，subordinate。好，所以 Mr. Cooper 呢是男生嘛，那 Terry 是女生哈。OK， 来，我们看到第二句哦，他呢 Terry 呢会报告哈。Mr. Cooper 的Mr. Cooper 哈，在工作上哈 ，OK， 在工作的时候会報告給他。來面是 She reports to Mr. Cooper at work。好，我们再念一遍哦。She reports to Mr. Cooper at work。好，我这样子的话，你们这样中文应该就这样，你们中文是不是就看得到了？对，好，这样那有听这字会不会太小了？还是可以？还可以。好，还可以哈。OK， 来，我们看到第3句哦，我们一起念一下。他说呢，他会问他呢，去想一些呢行销的计划哈。OK， 那句子比较长哈。OK， 来，我们一起念一下。He has asked her to come up with a marketing plan which allows them to sell their products through more sales channels。好，那个 channels 呢，我有把它字画起来。那个 channels 呢，就是销售产品的通路。那个 channel 也可以翻成频道。你们不是每次会看什么 channel 1、channel 2就是频道，那在这边可以翻成通路哈，翻成通路 ，OK？ 好，所以呢，这边的 channel 可以翻频道跟通路。来，第3句比较长哦，我们再念一次哦。Everyone follow me. He has asked her to come up with a marketing plan which allows them to sell their products through more sales channels。我想问大家，现在疫情的关系，你们会比较在那个吗？电视上购物吗？还是线上购物吗？还是其实还好？还好，所以线上购物，来，你们比较喜欢线上购物的，请你们挥手一下。线上购物的 online shopping。哇，我们这边好多人 online shopping，OK？ 那喜欢去实体商店的，请挥手一下这边。如果是比较喜欢实体商店的
OK， 比较喜欢实体商店，所以都各有人哈，OK， 都各有人。OK， 来我们看一下最后第4句哦，第4句也是比较长一点，来我带你念一次哈 ，Mr. Cooper feels this will not only enhance their corporate image, but also be pleasing to their shareholders. 你们看到这边最后一个单字，我有发现 shareholder 中文就是翻成股东，有看到吗 ？shareholders。好，那我在右手边我特别打了2个单字，来那个 share 哈，来叫做动词叫分享。那如果是名词就叫做什么呢？叫做1股2股，像你买股票会1股2股哈。来，我们来念一下这个单字哦，动词我们念是 share。好，来1股我们念是 one share。好，那我们考你们一下哈，那100股呢100 share， 那1000股1000 share， OK， 那10000股呢1,000 share， 1 million 哎，有好多个答案不一样，来，我再问大家一次，来10000股怎么讲？好像是10,000 10,000就是10个千好了，念错哦 10,000 shares。 10,000 share， OK， 像大家这样知道了哈，所以这边的 share 当动词可以当分享，然后名词就是我们讲的股票的1股2股的意思 ，OK？ 好，那没有问题，我们来看这边下面的最后几个单字哦 ，OK？ 那我们今天呢再来做总结哈，来上司，我把单字稍微放大一点，这样有比较大一点吗？有 OK 吗？有比较好一点吗？有。好，来第一个字哦，我们念一下，看我的嘴巴，我们念是 superior。 OK， 然后旁边有音标，如果你是属于已经会看得懂音标，那也是可以帮助你哈。来，下属我们念是 subordinate。 OK， 所以 subordinate 就是下属。来，下一个字行销企划 marketing plan。 Marketing plan， 好，所以 marketing plan 就是行销企划 ，OK？ 你们觉得行销企划重要吗？重要。对，我先问一下哈，因为我有好多的线上的学生呢，他们的每个人，所以你看有没有人这边的用的手机，应该大部分就是都来，我先用 iPhone 手机的，请举手一下，是 iPhone 手机的。所以行销计划很重要。来，那用3星的呢 ？Samsung 的呢 ？Samsung 有吗？有人用 Samsung 吗？我有 Samsung。那有没有人这边用小米啊，或 OPPO 啊，或 vivo 手机的，请举手。好，也是有人有。来，那你看哦，有一个手机竟然没有人用，来，有没有人用 Google 手机？没有。奇怪耶，为什么 Google 那么有名？为什么 Google 手机在台湾没有卖啊？这很奇妙吧，对不对？他没有 marketing plan。No marketing plan。 没听过耶。没有行销有卖 Google 手机，大家知道吗？在台湾买得到，只是没有，他们没有行销。知道是 Google， 没有知道是有手机。根本大家就不知道。好，来，我们再念一次啊，行销计划，我们念一次 marketing Marketing plan。 好，来下一个单字哦，产品，我们念是 product。 那个可跟特你还是要念出来，但是稍微声音小声一点，好，念是 product。 OK， 好，来下一个单字，来销售通路 sales channel。 OK， 来企业形象 corporate image。 OK， 所以 corporate image。 好，来我们来点名一下哦，我们来看看你们觉得那么多的台湾或国外的公司，哪一些公司你觉得企业形象
是好的哈。那我先哦，那我们来点名3个同学哈，我先哦。For me, I think Nike， 我自己觉得啦 ，I think Nike has a good corporate image. I think Nike has a good corporate image. OK， 大家知道 Nike 吧？对不对 Yes. 好，来，我们来问其他同学，看看他们觉得哪一个公司形象你觉得是好的哈。来，那我们请 Jane， 你来发表一下，你觉得哪一个公司的 corporate image is good？ I think Skechers corporate image is good. 哦 ，OK， 好，我们再请另外一个同学来，我们请那个 Show G Chen 来 ，Show G， 你觉得哪一个 corporate image， 哪一个公司形象是好的 ？Which corporate image is good？ I think 台积电现在 corporate image。哦，你这样讲完之后，那我们等一下要去一个人，我们大家一起发动哦，一起买100 shares 就好，我们就买100股就好了，1000股买不起哈，我们买100股好了，我们大家一起发动好了 ，OK？So you think 台积电？哎，对了，可是大家都说台积电，可是英文要怎么讲啊 TMC 好，来，这是 TSMC 哈，它的缩写就是 TSMC。那我这边写在旁边，我又要写很难看的字哈。T S MC N C， 好，有看到吗？有。哦，好，是不是写的很难看？但是呢，你们就稍微那个哈，来，所以 TSMC 就是台积电哈。来，我们再找一位同学哦，来，我们请那个我看一下有没有这边有个 learner， 郭美华同学在吗？对。好，来，你觉得 which company has a good corporate image？ For me, I think most restaurant is a good corporate image. 哦 ，Moss Burger， 你说摩斯汉堡吗？对 ，Yes. OK，very good。So Moss Burger。好，我们在最后再找一个，有没有这边有个叫 Learner Lin 啊？有没有个 Learner Lin 的同学他在吗？有。哦，来 Learner Lin，which one do you think has a good corporate image? For me, I think TSMC is a good corporate image. 哦，大家都讲台积电哦，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企业形象哈。OK， 好，来我们看一下下面呢，那大家都想要当他的股东好了哈。来，我们一起念一次这个字 shareholder。 好，那你们刚才看到呢，都是名词哦。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动词，它做的排列哈，它把它全部放在一起哈。来，第一个单词叫报告，我们念的是 report。好，来允许哈，或者是有可能啊，念是 allow。好，来贩卖 sell。啊，我写一下哦，你们等我一下哦。来，那这个字怎么念？一个是打折，一个是在做折扣，一个在卖。来，一个是念短母音，一个念长母音。来，我们先一起嘴巴跟我念一下，先念短母音的卖，我们念是 sell。好，来，我们常讲 on sale， 这是要长母音，我们念是 on sale。好，所以记得哦，如果是卖是念短的，那如果是念 sale 呢，那 on sale 是念长的哈。这边这样 OK 吗 ？OK。好，来我们看一下提升，我们念的是 enhance。OK， 提升就是 enhance。OK， 好，来最后一个呢，取悦这个字比较特别哦。这个字取悦呢，当动词是取悦，那如果是当那个什么哈，我们当副词的时候就是请怎么样，请你呢 ，please come here 哈，它是同一个单字哦，只是意思不一样哈。来，这个字有没有看到你的音标后面是念字的音，你知道吗？有哈。来，我们念一下这个字哦 ，please。好，来，我们举一反三，大家来一起帮我一下。好，来，取悦我的，取悦谁呀？取悦我的老板要怎么说 ？Please my boss.
please my boss 就是要 make my boss happy 哈，来取悦我的学生呢。Please my student. 我下次你们来上实体课我就会了哈，我会带苦瓜2颗来哈，我就会 please you，OK， 要取悦你们，你们就可以来吃苦瓜配配 whole wheat bread，OK， 这样子还不错哈 ，OK，please， 好，来最后一个我们再举一反三，来我们刚刚有学过这个单词，等我一下，回来一下，取悦我的上司，来取悦我的上司 Please my superior. 来我们一起念哦。Please my superior. Period. 好，那个重音在第2个音节，好，我们念一次哦。Please my superior. Please my superior. OK， 好，大家念得很好。Please my superior. 好，那我们看一下最后面下面的几个单字，等我一下哦，我要按一下这。 Please my teacher. 好，来，在工作，我们念是 at work. At work. At work. At work. Work. 好了，最后呢，想到什么东西，它是3个单字的放在一起的片语。好，来面是 come up with. Come up with. Come up with. Come up with. 好，最后一个字呢是个介系词哦，来面是 through. Through. 好，那我们刚刚这些单字都学完我们吗？今天呢要来做总结，我们把这篇文章我们这一次呢再全部的念一遍，那我们再来下课，这样 OK 吗 OK. 好，那我这次会稍微念快一点哦，我们稍微就是要念的比较顺一点，我们就不用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念，那我会一句话念完，然后你们再跟着我念哈。So everybody, are you ready? Yes, I'm ready. 那我自己先，我们就用一般的平常速度，那我念完之后你们再念哈。Mr. Cooper is Terry's superior, and she is his subordinate. 来，跟你们咯。Mr. Cooper is superior and she is subordinate. OK， 来，最后一个字我们再念是 subordinate。哎，我这个字哈，下属我教你们记，超好记。你们看到前面有个 SUB， 有看到吗？有。来，我问你，每次去吃那个国外那个什么潜艇堡怎么念？ Subway 啊，那个是来那个这个地方我教你们记哈 ，sub 就是有地下的意思，所以下属就是比你下面嘛，所以 subordinate 就是下属，这样有比较好记吗？有。就记得，因为下 sub 就是 subway 就是地铁，那下属就是比你下面。那我们再念一次哦 ，subordinate。OK， subordinate。OK， 好，来第2句比较简单一点哈，那我来念第2句，念完你该你们哈。She reports to Mr. Cooper at work. She reports to Mr. Cooper at work. OK， 我觉得你们念得不错哈。来第3句哦，比较长哦。那我先分2段念哦。那我念完，等下就该你们哈。那我先了哈。OK，He has asked her to come up with a marketing plan, which allows them to sell their products through more sales channel. 哦，念完之后我都觉得我好累哈。来，该你们了。OK。He has asked her to come up with a marketing plan, which allows them to sell their products through more sales channels. 有没有人念完要喝一杯水的？有，你们可以喝一杯水，没有关系，你们可以 ，You can drink coffee, tea, water, anything you want. Okay, I don't care. Okay, thank you. Yeah, no problem. You can, or if you want to go to the bathroom, fine. Okay, so you are at home, so not a problem. Okay. 所以这边大家 OK 吗 ？OK， 好，都 OK 哈。来，我们看最后一句哦，也是蛮长的哦。那我先念完，你们再一起念哈。Mr. Cooper feels this will not only enhance their corporate image, but also be pleasing to their shareholders. 来，跟你们了。Mr. Cooper feels it will not only enhance their corporate image, but also be pleasing to their shareholders.
OK，very good。好，那我们要做一个最后的总结了。来，我们今天呢，我们一样重质不重量。来，我们现在我不给你们看中文了，请你们翻译一下。来，第一个字，什么是 superior？What is superior in Chinese？ 上司，丧尸哦，你是说那个吗？韩国那个骗子丧尸吗？你是说那个什么？那个什么丧尸？哦，丧尸，那不是丧尸，对不对？主管。好，来第二个字，什么是 What is subordinate？ 属下，属下或下属 ，very good，OK， 不是那个叔叔哦。吓死不知道。Hello， 不是那个 YouTube 网红叔叔哦，不是哦，是那个下属哈 ，OK。好，来 ，Can you tell me what is come up with？ 想出想出 very good 或想到哈 ，OK，very good，OK。一样哈，我们今天我就是要让你们把单字慢慢的呢记进去。来 ，Tell me what is channels？ 通路，very good，channels 通路 ，OK。好，来这边呢 ，What is enhance？ 提升或增加都可以哈，提升或增加 ，very good，yeah，you guys are doing a good job。Can you tell me what's corporate image？ 形象。Sorry, can you say one more time? 企业形象。企业形象 ，very good. Corporate image, OK. 好，来下一个 ，What's pleasing to? Pleasing to. 取悦 ，very good. 取悦就是 pleasing to, OK. 好，来最后一个字 ，What is shareholders? 股东 ，OK，shareholder 就是股东。好，那这边最后还有两个单字，来，如果是 share 当动词是什么意思呢？分享，share 呢？一股，OK。好，我们看看大家刚刚有没有讲的都对哈 ，OK。哎，好像看起来大家讲的单字都是正确的哈。好，那我们今天呢的上课内容是大概是这样，有没有觉得今天的讲义有稍微比较多一点的？对，我多了2个哈，就是回到我们之前中级英文用的课本。那没有课本的人没有关系，我就会把它拍成 PDF 档，然后呢让你们看。那讲义都很清楚，对不对？都 OK 吗？对 ，OK，都很 OK， 是不是？好，来，我们最后呢要来做最后一个总结了。那我们要来做下课了。来，你们刚才看到这边的文章这边哈，有看到刚刚有个单词 enhance 就是增加，对不对 ？enhance， OK， 增加有看到这个 enhance 这个单字嘛？哈 ，OK， 来，那我们来举一反三一下，或提升哈。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提升后面可以接什么东西啊？提升什么东西？提升 wisdom。好，来，提升你的那个 wisdom， 有人转了 wisdom 的中文是什么？智慧。好，来，我把这个字写一下，哎，很好很好，我们大家来学一下，提升大家的智慧，很好。等我一下哦。哎呀，好难哦。啊，这个真的要逼迫我写。好，来，就是 WISDOM， 来面是 enhance wisdom。enhance wisdom。好，那我们最后做总结了。来，每天看书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智慧。来，大家跟我一起念一次哦 ，reading books。Reading books every day can enhance wisdom。好，我们最后再念一遍了。那我们念完就要来做一个总结，下课了。来念一次 reading books can 对不起，我再念一次 reading books every day can enhance wisdom。我先问一下大家，举手一下，这边大家有没有就是我们不要讲每天呐，有没有人大概平均1个月有看一本书的，还是都是看？有吗？举手一下。哇，大家都 enhance your wisdom。来，那每个月都看韩剧的，请举手。韩剧的。
没关系，你举手，没有人看得到，我这边看得到看就好了啊。看日剧，看韩剧。看日剧哦，你跟我上英文课看日剧，我要生气了哈。看日剧。好了，那有没有人这边有在追美剧的？在追美剧的？有追美剧有吗？美剧有吗？有人喜欢看美剧吗？偶尔是不是？日剧你们都喜欢看什么日剧啊 ？NHK。哦 ，NHK 是不是？嗯。OK， 好，所以呢，就是呢，有看书的话会 enhance 你的 wisdom，OK？好，这边大家有没有任何的问题呢 ？Everybody？ 好，那我们最后呢，提升的我们的智慧，我们再念一次哦 ，enhance wisdom。enhance wisdom。好，所以呢 ，enhance wisdom 就是提升你的智慧。我们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升的啊？我们再来加一个单字，有没有人还可以提升什么 ？Enhance immune system。提升你的免疫能力哦！天哪，这个字得等我一下啊，等我一下，我换个颜色。Enhance immune。有看到我写的吗 ？NITY。NITY。ITY。INMUN。ITY。有看到吗？有。好，来，我们最后了，来，哎，真的，因为现在 COVID-19 哈，大家哈，你看哦，等一下我上完课，你知道吗？我要干嘛吗？你看，我等一下就要去 enhance 我的 immune system。大家看不到。我等一下我要来去跑步的哦。OK， 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次 enhance my immune system。My immune system。好，那我们现在我们来考大家哈，来每天喝绿茶可以呢提升我的免疫系统，来怎么念呢 ？Drinking enhance my immune system。好，念得很好，来，大家我们呢最后这一句话念完，我们要下课了，好，来 ，Drinking green tea every day can enhance my immune system。My immune system。OK， 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今天念的都还蛮不错的哈。那呢，我们呢今天大概上完了哈这个课程，今天大概在这边哈。那有没有今天还没有人有任何的问题呢 ？Everybody, any questions？ 好。哎，是不是快中午了呀？现在几点了？中午了，12点了。哦，是不是快要12点？大家要提升自己的那个吃饭能力了，对不对？等下大家要提升大家的吃饭能力，我也要来去吃个饭哈。等下提升大家的吃饭能力，才有动力下次再来上课，对不对？对。好，那我们今天就大概上到这边了。那你们记得哦，我们的中级英文班因为都有群组，所以呢，如果呢你要那个影片的内容啊，还是说你要那个你们今天上的那个讲义的内容的话，你们再到群组里面再去把它打开，然后可以重新看过 ，OK？ 那或者你可以点选已经录制好的影片都可以哈 ，OK？ 好。OK。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那我们呢，有人问群组怎么加哟？哎，刚刚那个 learner link 问群组怎么加？那个什么群组的话呢，要加的话，可能呢要麻烦你那个什么，等一下我们会在这个简讯这里传一个群组内容还是什么的，那你再帮我们加上去。哎，请问是加哪里的群组？加哪里的群组哦？我看一下，因为现在是社区的同学是加在那个社群的群组。好，来，我们秘书小姐帮我们那个讲。对，如果说那个如果说是社区的同学，请加入那个全人学习课程资讯社群。那原本松大的同学就在我们松大的群组，这两个不一样的。好，以上。然后我们下周一就是因为碰到中秋佳节，所以我们没有上课。休息了。然后27号就是实体课程，然后就是希望同学就是可以回来上课这样。然后如果说有报名的话，有报名那个实体课程的，再加入我们宋联大学的课程群组这样。以上。那有什么问题可以说明？
请问老师，今天的课程是初级课还是中级课？中级。中级。我们今天是比较偏中级哦 ，OK， 比较中级班。好的，了解。对，初级班的话，我们到时候实体课程会有另外一个班，那它会稍微再简单一点点。了解，我喜欢上今天的课。哦 ，Thank you very much。所以就是说呢，我们下个礼拜一是不上课的哦，因为是中秋节连休4天的假期嘛，对不对？对。那等于说下次来上课是，如果疫情如果没有太严重，就变成是实体班咯，是这样子吗？是的。哇，所以哇，那太好了耶！那我们可以带苦瓜来了耶。所以请问一下，今天的讲义在全人学习课程群组里面有吗？讲义的部分只提供松联大学有修课的、有缴费的同学。对，谢谢哦。那欢迎就是27号就是来上那个实体课程。好，谢谢。好，所以大家呢，同学呢，大家了解了哈，就是我们等于是算下周，如果是有上实体课程的话，那你们就可以来拿讲义，然后顺便呢，你们也会看到我本人哈 ，OK。那我再补充一下，就是我们松联大学的上课的实体教室在桃园区中华路49号。对，如果我们之后就是有开学的话，我们会在这里上课。那开学相关就是公告的讯息，我们也会在那个全人学习课程资讯社群那个对外的部分公告。所以欢迎同学也可以先加入社群，这样比较会知道我们的课程讯息。那以后线上不会继续了？滚动式调整要看疫情。等于说，如果是疫情比较严重，我们就会改回来线上；如果是疫情如果稍微缓一点的话，就会变成是那个实体课程这样子 ，OK？ 那可能应该那个秘书小姐，我们变成实体课程，可能还是会要让大家还是要戴口罩嘛，哈。一定，就是所有的相关防疫的，通通都要遵守。OK， 我今天只有在教室只有我一个人哈，不好意思，所以我没有戴口罩，因为只有 only me，OK？ 谢谢。了解。好，那这边大家有没有任何的问题呢？还有没有其他的关于就是我们开课的时间，还有开课的那个课程的任何的问题？就是建议线上可以继续这样。大家也是比较希望是上线上就对了。对啊，因为车程没有。因为疫情关系嘛，对不对哈？对，安全。没关系，我到时候再跟秘书小姐，我们到时候会在嘉南教会，我们再会做详细的讨论，然后再跟大家说哈，就是一个建议嘛哈。对啊。好，那我就这边老师这边要先下课喽，那我们就下次见喽。谢谢老师。赞成线上上课。很多人赞成线上哈 ，OK。对啊，因为赞成线上我就没有办法在这边跳舞给你们看了耶。OK， 那我们到时候有细节，我们再跟教会的我们的所有的教会的人员再做详细讨论，这样好了哈 ，OK。Okay, so everybody, goodbye.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for coming, and I'll see you next time. Okay. Okay. Thank you, teacher. Bye. Thank you. Have a wonderful day and wonderful weekend. Bye. Thank you. Bye bye. Bye. See you later. Bye.